礼拜日，客家一帮农业片内的报道，来礼拜二的小介是农业科技。日本在地科技体有限的状况下，占据最大的农业产值。台湾农民和农业界近年来经常品种做改良，和农业的制裁做改进，研发新的技术。其中，像台中东山人张荣生，对民国65年。研究出来的这个技术是本台湾的里农做的生产经济价值下降的稳定理种，也改善农民的生活。于是这种不是听过的研发改进，台湾的农业品质也天天提升，天天的迈向经济化的发展。这个台中市同地方接起树新风，本来是温带高治的泰里，没想到阿热带台湾上来以后，台中东县人张荣生，他今年时期当中甲唔惊困难，仲几年前同乡下系做农民的朋友，组成台湾第一个高数研究班。经过长达的试验，总算到民国65年正式发表高阶的技术，和台方分享本上下来种的农民，同时认真安尼变做台湾主要的泰里山区之一。伊在心讲，大家乡下来研究，大一起来成就这件事情，安尼所以个心思就变到两位退休啦，同大家开会啦，研究了的。所以佢在山方来说颠倒较无个按生意的对，无按注意的东西的经济部分由于里经济部分就是马上提动过，跟家己配出来，所以东西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时节大概种里大家传动到起来，所以讲东面的杜东铁通来讲，虽然顺海动态，但是福建农业，就是为个是大基础农业。对经验地图学习改良方式，张荣生的技术改变台中山上地区农民的生活。台中发2年掠夺葡萄园，沿途做下是红色、青色、吊彩色各种无穷款式的葡萄。民国72年，碳化工同古麦 Q 合作，提供世界果园来7种新的品种。32年的时间，就培育60万种的葡萄。都是后来科学技术，碳化工还系技术同原地度试验新的品种的培养方式，为无相关品种做记录。不过，到山同葡萄园转型做酒庄，还有观光果园，得到收入，甘那才勉强维持生活。因为伊个葡萄品种唔系讲按简单都做得出来，几年长有间看到佢成果，所以我一般呢，我想法是讲，今年人按辛苦啲研究将研究有按要么来讲来数起来，可能有一年又变到好用的东西，咩冇一天。而且今年的年前，农民多方面试验各种的可能，从经验的对技术的角度来测农业的可能性。同意工业控台北发布未来关电线的农业新科技。透过铁树纤维作为盆栽，各家人体的功能，这些提供福地度的天力，含有掠到农作物使用的日照。目前头详细地度种植的人，是在做一个详细农夫，来提供未来系讲耕种的体感社会时改革的方式。它应该是用一些化学纤维，工业的纤维啦，就是包含衣服，包含各种的，然后搅碎之后成型的。所以它本身呢，它具有一个吸水性、保水，还有它的阳力在。等于时态转变，往824年日本农业慢慢转型做机械化大量生产，同农业资产改进，农产品开始航向精致化。不过，头签订 WTO 开放农产品进口了后，不管是梨还是葡萄，也都购置。台湾的小农经济规模都唔系外国的大量农产品进口。台湾为大家实现环境改变的种植方式，都追求精致化发展的各种科技。台湾试图当公用的农业技术，都建立开放的市场制度，再维持技术的优势，将这问题台湾农业的未来发展到更来更好。客家新闻网小康刘文辉综合报道。